好嘅，第五題。咁呢度咧，其實佢有兩嚿嘢啦。咁呢條都係揾 rate of change 嘅。咁呢條嘅題目咧，佢話佢咧有條翻到 rate of change concentration of toxic，其實佢想代上代。咁不過我哋會分開兩個 part 做嘅，即係做兩 part 都係做 D 一次。咁第一 part 咧，我哋要做，譬如你 C 等於3P 啦，同埋 P 等於35 E 負0.1T 加1。咁佢呢個 rate of change 要做 D 兩次，咁你 D 完兩次之後塞翻入同一條式度做嘅。咁好啦，呢度我哋要揾嘅就係呢個 dP/dT 啦，因為 rate of change 係關時間事嘅。咁下邊咧就係二次啦，keep 前 D 後，咁 keep 下 D 上，上邊變咗0㗎啦，所以得翻我前面嗰 part 唔寫，因為 keep 前 D 後啊 D30會變0，所以佢冇咗。對，冇啦，寫埋啦。唔驚驚有啲同學仔唔知道點解啊？D30出0，所以最尾減30。好啦，跟住 D 呢嚿嘢咧，稱污啦，會出翻負0.1嘅。咁個1冇咗啦，個1冇 D 嘅，所以你前面簡化完咧，咁0.1就最好食埋出邊就變3，3、5、15，直接寫15啊。咁呢度自己篤機啊，即係呢幾個數，其實數字可以篤機嚟嘅。變15啦，E 負0.1T， 5E 負0.1T 加1嘅二次方，咁唔使再簡化啦。咁隔離一樣啦，做 dC/dT， 咁就會用公式啦，3P ln 3，跟住 dP/dT。因為咧 P 唔知有冇 T 嘅，所以一定要咁寫。跟住將個皮嘢又塞翻入去。咁呢度問你咧，就係 T 等於2嘅時候會做啲咩啊？咁啊 D 完呢兩嚿塞埋一齊啦，就揾到個 rate of change 啦。咁所以 dC/dT 咧，咁你代翻入去啦。咁皮嘢好核突啦，乘翻15E 負0.1T 除翻5E 負0.1T 加1嘅二次。咁呢度你塞入去嘅時候就跟住寫埋 when T 等於2啦。咦？你發覺咦冇 P 喎？唔係冇 P，你 P 有嘅，再代啦自己。因為 P 咧，其實如果你寫埋落去咧 ，P 咧就係35E 負0.1乘2再加1。咁當然我鼓勵你逐嚿撳晒佢先嘅，即係唔好一次過撳機，應該一次過撳機你都應該唔會做得啱㗎啦。咁啊最好逐嚿撳，咁就應該大機會唔會撳錯機。如果你一次過撳咧，應該都死路一條啦。咁時間關係啦，咁我直接抄佢個答案啦。呢度撳機就自己小心啦，呢度真係逐 part 你分開咗，先撳個 P 啦，即係先撳啦，即係最好逐個 save 啦，呢嚿又係啦，又係要自己分開撳啦，即係咁樣會容易啲做啱嘅，係啦，冇特別嘅呢題。